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外国上界新的情形。也来讲到做兵这件代志，你认为讲敢爱男女平等呢？来看这北欧国家丹麦为着要应应这俄乌战争和北极安全局势，这2024年宣布讲，甲这军队一期对4个月延长到11个月，而且头一届甲女性立去强制征兵的体系，实行男女平等的兵役制度。头一批的总数是1600名新兵，初三正式入伍，其中呢也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这会议期间呢，这位公主也放弃所有的津贴。在丹麦南部奥克斯伯尔的军营，初三迎接大阵入伍的新兵，有辅导官兵的指引，这阵新兵依照顺序进行报道手续。面对拢总11个月做兵的日子，真侪新兵讲真紧张，阁期待。Of course, I'm quite nervous, but I'm also very excited to b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r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丹麦采用步兵制甲征兵制拢有的体制，在招募人数不足到抽签征兵。不过面对俄乌战争引起的欧陆危机，加北极格陵兰领土进入压力，身为北约成员国的丹麦，真需要大幅度强化军事防御能力。丹麦在2024年决定加兵役期，为本来的4个月延长到11个月。个头一届强制征调女性服役，以提升国防战力。今年入伍的新兵当中，女性占20%，其中包含19岁王室成员伊莎贝拉公主。为了听国家政策，王室嘛对外宣布，公主要放弃所有的薪水津贴，无偿服役。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nd therefore it's a big thing that I'm here. 丹麦军方重新规划役期加训练任务。在新制度，新兵要接受5个月基础训练，再来进行6个月第一线战备任务。军方同时嘛成立无人机小队，提升现代化作战能力。Our population is simply too small to have a large army, so meaning that we're changing the conscript to be as it was in the old times, being 11 months length. And this enabled us to train them and to fully train them. 丹麦原来是第这个月头一届部署义务役士兵去格陵兰，一个由100外士兵组成的连队，会驻守在当地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执行实质的战术任务，展现维护北极领土主权的决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